自从2024年6月28日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信徒的这是这份圣经，咱做来听读。希伯来书第8章第10到13节，咱所伫讲上要紧的，就是咱有即款的大祭司，伊坐伫天顶至大上帝宝座的正边，伊伫圣所就是真的帐幕底侍奉。这个帐幕毋是人，是主所带。逐个大祭司拢是为着献礼物甲祭品任命的，所以即位大祭司嘛一定着有啥物通献。伊若伫地上就无做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祭司照律法伫献礼物。因所做的服侍，不过是天顶帐幕的副本甲影像。拄照摩西要去做会幕的时，上帝有甲伊指示讲：你着谨慎，一切着照伫山顶甲你指示的模式来去。毋过，现在耶稣已经得到搁较尊贵的侍奉，做较好的约的中间人。这约是用较好的应允制定的。头一个约若无缺点，就无需要立第二个约。毋过，上帝甲因指直讲，主讲看，日子得要到，我要甲以色列家、甲犹大家立新的约。这个约无亲像我前甲因的祖先所立的，就是牵因的手带因出埃及的时所立的。因为因无继续守我的约，所以我毋插因。主阁讲，正日以后，我甲以色列家所要立的约是安尼：我要将我的律法藏伫因的脑内，写伫因的心内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。因拢袂阁假使因的同胞，也是家己的兄弟姊妹讲，着认捌主，因为因对上细到上大的，拢会认捌我。我要赦免因的不义，袂阁记得因的罪恶。既然讲到新的约，上帝就互头一个约变做旧的，迄个渐渐旧伫衰退的约，连咪就消失。信徒的祭司这份，祭司的主要工作是照着逐样的祭祀礼仪以及祭物，替人民向上帝献祭，表达感谢，也是祈求上帝赦免人的罪愆。祭司的角色，就亲像踮伫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，透过献祭，互人领受到上帝疼的救赎。摩西法律记载，利未支族的亚伦后裔，爱世世代代做祭司，历代受任命来向上帝献礼物和祭品的大祭司，和一般人相款，拢是有罪。所以，伊伫每一次献祭以前，拢必须先为家己的罪献祭赎罪，互家己成做圣洁，然后才会当为人民献祭。受领回归时期的祭司以斯拉，也是经学教师，是专家。伊专精上帝赐予以色列的诫命和法律，甲一切法律条例教示人民。祭司除了主持祭祀的礼仪以外，也负担传讲上帝的话语，教导人民明白上帝的道理之职责。
今仔日的经文进一步论述，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职务是比其他祭司搁较优越。耶稣毋是用牛羊顶祭牲做祭品，是用家己的性命做献祭的祭品。耶稣的献祭是完美的献祭，因为伊是上帝的囝儿，是上帝亲自差遣到世间拯救人类的大祭司。圣洁无罪的耶稣基督传讲上帝国的道理，搁较重要的是，伊承担世间人的罪，互所有信靠伊的人，因为安尼分别为圣，甲上帝之间通得恢复和好的关系。简单讲，耶稣家己是祭司，也是祭物，信徒因着信，就借着耶稣的牺牲甲奉献，做得赦免，也因为安尼分享伊的祭司职分，通得坦然到上帝的宝座前。10世纪基督宗教改革的时，马丁路德宣扬祭司职分的普遍性，也就是所有基督徒拢领受祭司的职分，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是王家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上帝的子民。上帝选召人离开黑暗，进入伊辉煌的光明，来宣扬伊奇妙的作为。今仔日教会的信仰告别宣认耶稣是基督，借着信耶稣是主，人通直接得到救赎。基督徒常常误会掠做只有圣职人员领受祭司职分，其实圣职人员接受神学教育，领受职分，为着要负责任用真道装备信徒，互每一个信徒拢知影家己有祭司的职分，应当尽祭司的责任。所以，每一个信徒伫逐个场合，拢应该诚做帮助别人认捌上帝、敬拜上帝的祭司，而且毋是简单限定伫教会内部组织，也是宗教敬拜礼仪的范围。所有信徒领受祭司职分，意思是每一位受救赎者，拢受赋予宣讲和阐述基督信仰的责任甲权利，需要落实关心别人的需要，替别人代求，为宣扬上帝救恩的使命牺牲奉献，付出代价。信徒所从事的逐种服侍，拢是圣职圣工，是无通体位的责任，也是回报耶稣恩典的行动。默想，信徒的祭司职分是分享耶稣基督的祭司职分，不在伫获得信仰特权，是蒙基督的恩典选召，为着要服侍众人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多谢肉体的主，感谢你的牺牲救赎，我愿意领受祭司职分，跟在你的脚中，甲你同行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